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首先来关心到风台的最新动态。今仔日在台湾的北部的海面的中度风台卡努，伊移动的速度实在是有够慢。风台的暴风圈今仔日暗头啊，已经会当来接触到陆地。那么湘北市、以及基隆市、甲宜兰北平的风雨继续来增强当中。暗暝呢，今阴暗，桃园甲新竹会渐渐感受到风雨的影响。那么今仔日的半暝是风台上挖到台湾的时阵，那么阴暗到明仔透早嘛是风雨最强的时阵。那么爱等到明仔暗头了后，风雨才会慢慢好转。那么，请着民众呢，要注意到安全，唔通冒险来出行。那么，同时间也多谢着风台当中来继续来保护着民众安全，全力防灾救灾的朋友，咱大家辛苦了。那么，讲到辛苦，其实呢，现代科技唔那是大人爱为着生活奔波，青少年嘛是压力真大。咱讲到啊，过去有一首宜兰调，15、16是当大人，那么父母唔知囝轻重，那么即马卫福部要互你3届免费，互你咨商。不过父母时代嘛要用起码的理解来斗相共。那么今仔日咱来检讨着台湾的社会安全网。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嘉南疗养院成稳以及司法精神科主治大夫李俊宏医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俊宏医师。第二位，咱的咨商心理师蔡佩纯。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蔡佩纯心理师，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也是医师张家明张医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医师。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是安怎卫福部会开始来推出这个政策？安怎讲呢？因为根据的调查，少年族群自杀率逐年就增加。卫福部宣布，8月1号开始，会推出15岁至30岁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也就是讲，会补助一个人300心理咨商的服务免费。会鼓励少年人爱对外来讨救兵，来协助因来排解你心内压力甲负面的情绪。台中一个高级学生艺术因为长期在学校和师长霸凌，今年2月选择自杀身亡，震惊社会。为避免同款的案件发生，佮鼓励青少年勇敢求助，卫福部开先例，为8月1日开始推出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对象是15到30岁少年族群，每人应得到300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有过一年差不多18000人来受惠。光是学校的系统不足以来处理这个因为我们的年轻朋友们碰到了这些心理相关的问题的话，除了就是可能是同侪，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在学业上面，也可能是在情感方面，还有社会的一些压力。根据2016到2021年健保就医资料显示，15到30岁少年族群有精神科相关诊断的人，为22万1000人成长到19万2000人，整体成长率是47%。另外，少年族群较安心专线原因，其中忧郁倾向、家庭甲经济困扰这问题占70%。3次的咨商呢，它事实上它是短的没有错，但是它是给人一个机会，让人可以把他内心的困扰跟他痛苦的地方的事情他有机会可以有一个诉说，然后去发现有一些可能可以寻求进一步或者是解决的可能。专家强调，少年族群的忧郁症常常被打抗压性伤过歹，或者是只是叛逆期的标签，错失咨商甲第一时间治疗的好机会。希望透过这个方案，及时推出高风险个案来预防处理，建立更加完善心理健康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啦，咱咧制作这个节目进前阮制作团队就有一个讨论讲，是即摆较严重。还是自早就有。那么因为即马呢，大家呢较文明开化，
所以呢，变做讲这个现象，尤其啊，即摆少年朋友真侪人，高中读不出业，大学读不出业就出来，所以会感觉讲，咱身躯边啊，足侪囡仔朋友吼，少年朋友，敢若有类似的情形，但是大家都束手无策，唔知要安怎个斗相共，或者是讲啊，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呢，咱有这个前提之下，咱来看吼，这个图表，卫福部吼对着这个国人心理健康的统计这数字啦，2022哦，全国自杀通报45366人次，死亡人数是3787啊，查甫甲查某吼，比较2021增加5.6吼，死因排名是第12位。而且呢，死亡人数内面吼是50%是精神健康，对少年的这个年龄来看，20岁以下是占7.4%，25岁至44岁是28.98%啊，28.9%啊，其实是真济哦，吼啊，尤其即摆推测出这个物件，我相信吼三位拢是在实务上的经验上拢真足的吼。你来观察讲，即摆少年人比以早哈，比如讲。我这做少年人可能是40年前哦。你感觉观察讲，即摆少年人是咱讲一句讲少年的，你即摆较辛苦啊？安怎是安怎要安怎甲开破，可以当好开喙。这个部分是安尼吼，就是讲，因为迄个每一个世代吼，伊的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无啥共款安尼啦吼。啊，主持人你拄仔讲的，其实这两个可能性拢有。吼啊，头一项是讲吼，咱古早时吼，精神医疗啦，还是讲心理学吼，心理医学的迄个部分吼，也无遐个发达吼啊，所以你可能心内底有问题吼，还是讲心内底有话吼，你无啥敢讲，还是讲找无人讲吼啊，所以发现了无遐早，还是讲无遐容易互人发现着安尼吼啊，但是呢即马医学较发达啦吼啊，心理师嘛较侪啊，医生嘛较侪啊吼，所以较较互人发现。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吼，大家可能吼较无注意到吼，咱其实即马社会文明了以后，咱囡仔生活的方式嘛无共款啦。吼，即马科技较发达啦嘛吼，啊所以网络的世代无共款啦。吼，拍电动的时间嘛增加，吼，甲同学佚佗的方式嘛无共款啦。吼，啊甲父母斗阵的时间嘛无共款啦。吼，啊因的压力的方式，吼，跟咱过去生活的方式其实嘛无共款啦。吼，所以。精神上迄个咱讲心理健康的即个问题啦，吼，咱若讲以咱迄个国家过去的研究啦，吼，差不多这20当之内吼，较轻的啦，吼，咱讲精神上的毛病吼，差不多增加两倍以上。2倍以上，差不多增加2倍以上安尼。哇，咱搁看这个吼，这读到还未读完哦，2022，这国人死因吼。15岁至24岁的死因是自杀第2名哦，吼啊！2013至2021这年间呢，高中生有企图想要轻生呢，有18.7%增加到25%，是1/4呢，4个囡仔一个呢。哦，虽然是可能有啥是脱口而出啦，吼啊，而且哦，比如忧郁情绪来困扰。只有1/10会向辅导老师来求助，有3/4学生未甲家长讲吼。我要请教这个心理师吼，李老师吼，囡仔会找到你的时阵，通常是啥物情形？是倒一种囡仔？啊，未找你的是倒一种囡仔？咱要安怎来讲？这个敢若未晓讲，这个有安怎？咱来主动甲斗上啊，是要安怎来看？好。啊，就我实务吼顶的经验吼，向大家分享吼。你囡仔来甲精神科吼，也是讲找阮心理师吼，足侪拢是因为困袂去吼，无困。啊，讲爸母拢讲规暝拢伫拍电动啊，耍网络游戏啊，拢无困的。隔工又讲伊啥物头壳疼啦，腹肚疼啦，啥物对无爽快啦，头戆戆啦，困无饱，又无爱起来啊。吼，所以足侪来甲阮，互阮来阮面头前吼，来看医生的人吼，足侪拢是因为遮毋是看起来哪项忧郁症无相关，嘿无相关的问题吼来的。啊来以后，咱才发现着讲吼，迄其实囡仔无暗时无困啊，拍电动吼，迄是含足侪压力有关系。例如讲，较
功课啊吼，成绩啊吼，父母的要求啊，老师的要求啊吼，同学比较啊吼，足侪像讲咱即马。网络的讯息足侪对毋对？有看会着讲哦，即马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吼只囡仔还袂大汉的吼，伊个心智年龄还袂大汉的，伊这讯息一直入来的时阵吼，伊毋知影要安怎消化，所以到尾啊吼，父母。咱拢讲啊，囡仔有无细腻吼，父母嘛是想要好啊照顾囡仔，有当无用，无法度巷囡仔有足侪接触的时间吼，所以囡仔足侪话慢慢吼无向父母讲，所以父母嘛毋知影伊安怎，看到的是当讲你又无爱读册啦，成绩无好你哪会无爱一直，哪会无爱较早困的到尾吼，即个情况愈来愈严重，这就是我伫实务定看到吼。这是父母有觉察甲你带来哦。通常是安尼哦，这父母去算做较有咧想，较有咧看的吼。若一般就无咧带，无咧看，是问题发生啊，可能是代志变大条，再来去到你啊，去到三位啊，是毋是安尼？伊足侪去吼，即管咧精神科也是身心科吼，其实足侪拢毋是一开始看，伊可能是先去看内科啊吼，看小儿科啊吼，巴肚痛啦，那一直会早起来讲伊巴肚痛，无讲拢爬袂起来呢。大家讲咧，想要吐的，拢是这原因。所以到尾啊，迄医生也有吼，一个内科医师、小儿科医师，也讲有较有sense的吼，伊就知影讲，这爱转诊，吼。所以这嘛是即届吼，我感觉卫福部在推这3次諮商吼，有嘛是和这有关系，就是讲，伊即马来到咱遮吼，咱有这资源，互伊知影讲需要无需要吼，互交专业来判断。咱遮有一个图表啦，讲如何判断我的学生，吼，而且是我的子弟吼，可能有忧郁症吼，情绪改变连续超过2礼拜，当有当时爱讲过，敢若无爱讲吼，因消极自言自语吼，还是谈论死亡迄些自杀，这正病的吼，可能有学业上出现着困难退步，注意力。无集中，或者无法度做出决定，定定拖刷。我感觉真侪少年囡仔拢安尼，定定拖刷，经常性的头壳痛、胃痛，吼，头拄老师有讲的吼，看来真悲伤、孤僻甲愤怒，吼，这咱大人嘛会安尼啦，吼，阮制作单位嘛真正有，这今年哪会知小可声吼，无精打采，真疲劳，吼。改变饮食跟困眠的习惯，歪困，而且规暝通伊拢歪困，吼，无做因平常时真爱做的代志，本来真爱食的这个卤肉饭无爱食，吼，甲他人隔离或者是改变关系，突然间无爱讲话，情绪改变连续超过人，例如恁来看吼，张医生，恁来看讲这个忧郁症，敢是干那这安尼，有的人是讲，可能还佫有。进前搁一寡镜头，敢有头前有一寡镜头会当小可知影讲，这可能爱小可注意。其实阮两位专家讲的，确实是阮嘛发现讲，目前啦，这社会这几年看起来，这寡少年啊，无快乐的人其实是真侪。当然，这寡学生可能是学业一寡压力，还是讲家庭一寡问题，还讲其他一寡变做是愈来愈变做是讲心情的郁卒，无快乐。当然。对学生来讲，常常表现就是讲，一寡功课吼，拢会退步，上课拢要无精神，较严重其实讲，无想要去上课，无去学校，搁较严重是讲，有时讲会伤害家己，会伤害家己，这款的吼有嘿，所以这款的变做是，嘛是到上后尾吼，可能已经严重到是忧郁症的程度，所以一定要接受治疗。当然是讲，这寡学生交一寡。咱种一寡成年人比起来吼，学生可能唔知去倒位治疗，还是讲无钱去接受一寡治疗。当然，一寡学校可能有一寡辅导中心啊，一寡老师会当利用。不过有时阵一寡咱即嘛看的一寡辅导中心吼，其实要么就是讲预约不进去，好，要么讲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去遐讲，其实嘛无效，无信任，所以变做这嘛是问题。所以即马推测讲一人有3届，伊会当家己去外口诊所，伊若健保卡伊就家己去诊所。如果这个囡仔伊若有
较有这个心啦吼。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到咱的这个李医师吼，是咱国台湾较严重，还是比较世界其他的各国吼，即先进国家吼，连这种物件还落来对人先进，是咱国即马这个情形是，甲人比较起来是安怎？是。哦，就是讲吼，这个台湾吼，咱的社会即摆咧进步啦，吼啊，所以咱生活的方式其实嘛是对咧其他国家咧进步安尼，哦，所以咱拄仔讲吼，咱囡仔的生活方式这是咧做规咧做改变安尼吼，所以拄仔像主持人咧讲的吼，咱囡仔自杀的这个比例啦吼，就是讲为这几档内底吼，这是一直咧起来，吼，一直咧起来，吼，哦那。根据咱台大医学的吼，迄个高淑芬教授的研究吼，咱差不多4个囡仔内底吼，都有一个可能有这个精神上吼、心理卫生啦吼、精神上的这个吼、这个需求吼，需要帮忙的这个需求安尼。但是吼，你若讲吼，以其他国家的需求来看，比起来看的时阵吼，其实你看吼，韩国吼无较好啦吼，三峡学生，三峡的学生想要自杀。哦，所以韩国顶头演的拢是真的。韩国在顶头演的拢是真的安尼。啊，你若看日本的学生，日本的学生嘛是同款。日本的学生即马伊想要自杀的比例是这30档内底上悬的。啊，英国的学生嘛是同款。你若看英国的学生，伊的迄个精神上需要斗相共的学生古早是6个学生内底有一个。9个学生有一个吼，即马已经变6个学生有一个。哇！所以这个状况是全世界的。啊，这是算作一种文明病吗？对，啊，这讲有解药啊，咱就知影讲，那精神上的这个问题，那也许有，尤其像两位拢医师啦，也许有一寡药物然后来帮助，但是这咱咧讲的 after care 吼。这刷来嘛是爱社会支持啊，家庭爱支持，啊，尤其青少年，因若是我知影讲，真侪青少年其实是相识啊，失业个失学，像这种情形，即摆卫福部做这种3摆的这咨商以外，啊，佫有啥物其他的物件，咱会当来做支援的？一项是安尼吼，就是讲咱就医疗来讲吼，咱知影上好的治疗是药房啊。就是讲上好的治疗是药房，就是讲咱安那，互咱的囡仔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迄个环境。哇，这问题足大。对，这问题真大呢。这问题真大，就是咱爱为迄个咱的教育甲家庭这个方向去处理安尼啦。这就唔是讲干那卫福部这个部分会当处理啊，这个爱个包括咱讲像教育部啦，甚至咱爱甲咱的父母的时间，幸福家庭。互爸爸妈妈好，有法度好啊照顾囡仔啦。那你若讲就迄个咱讲有需要斗相共的囡仔来讲的话啦，咱拄啊迄个心理师这边其实有讲，就是讲迄3届的咨商啦，迄是互囡仔一个机会，就是讲排好的有当时啊排袂无法度排着啊啊你给补卡，还是讲你会当去咨商，还是讲心理师迄边，咱会当排这个。迄3届的时间，咱试看卖啊，啊，若讲有法度斗相共，还是讲家己感觉会使的时阵，咱个继续安尼，还是讲会当转去其他的迄个咱讲迄个治疗，是讲处理的一寡迄个方式，啊来处理后续一寡问题安尼，那反正会当搁较早期会当发现啦，就讲至少咱较莫排斥啦，咱较莫排斥讲。去看医生啦，还是去看心理师啊。囡仔青少年其实是真惊，互朋友时代知影讲，我有去找医师。大部分的囡仔应该是安尼想嘛。是。咱来看讲吼，这个代表讲吼，咱陪伴忧郁症吼，唔通做代志啦。咱其实吼，咱的顶一代像阮这50-60岁的人吼，阮的顶一代拢讲，干巴的，你得加油。你就唔通安尼，你加油爱努力，你就唔通安尼想啊，你想较开个啊，你安尼想，你袂使安尼想啊！我甲你讲，你安尼唔对，你安尼我安尼才爱你对，你哪会变安尼？情绪共勒索啦，
吼，这是大人定定会变安尼。我要请吼，迄个心理师啊，甲咱讲，咱上无咱是大人会当做到啥物，莫搁甲加重。你比如讲，咱平常时日常当中爱安怎来处理？我伫个治疗室吼，定定拄到的状况吼，啊，我家己你安排迄治疗的过程啊疗程吼，我拢会排一个月吼，会排一届行家长见面吼。啊，我讲我这见面要创啥？我讲第一点就是讲要了解囡仔伫个厝吼，啊个家长的观察吼，即马即个月状况如何？啊，第二个就是讲啊，阮即马伫个治疗当中啊，囡仔有一寡特别的状况啊，吼，有要安怎像你讲的，主持人讲的讲，要安怎行协助囡仔吼，伫个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吼，要安怎愈来愈好，要安怎互伊袂加出来压力，互伊真正讲，我本来要希望讲伊较好诶，啊，问题我可能无细腻吼，因为忧郁症的囡仔吼，一定有一寡敏感的所在。例如讲，哦，你即马你一个眼神啊，一句话讲，啊，你若也无爱搁困，啊，你若会压袂起来，啊，你今仔无爱读册哦，安尼袂，安尼又感觉讲，啊，我就无想要去啊，啊，你即马搁甲我讲安尼，啊，是要逼我去吼。吼对，所以咱有当伫咧厝诶，像头仔主持人嘛有讲啊，你想较开诶啊，吼，莫想较济啦。阮古早安怎，阮永准安怎吼，这有当时啊，吼囡仔听咧耳仔，感觉讲啊，我你你讲诶话你拢无听。这爸母会足感觉讲，哦，我这囡仔拢袂磕的安尼。对，所以我是安那一个月爱见爸母一届就是吼，嘛互爸母加油打气，你知无？伊会感觉讲。哦，我嘛足辛苦，嘛足委屈的呢。辛苦就大家定呢。嘿，我饲你，我嘛足辛苦的。啊，我即个人讲话吼，你说讲话吼，爱轻声细碎，爱搁爱细日子，大家利用爱小心心安尼吼。啊，所以咱有当心理师伫即个过程当中吼，啊，向爸母见面吼，啊，互因加油打气，啊，知影互伊知影讲要向忧郁症的囡仔吼相处。啊，囡仔嘛毋是调工的，无人介意要破病啦，破病最艰苦的，对。所以像。即届即个活动，我嘛会感觉讲吼，其实头到主持人有讲一件代志，讲这爸母带来，其实足济吼，尾仔头拄个想起来讲，其实足济是学校的辅导老师转过来讲哦，大家长讲吼，你这囡仔可能爱带去吼身心科看卖的吼，啊我学校的资源吼，可能无法度50分钟拢陪囡仔讲，啊囡仔足济话要讲的，啊可能嘛无啥想要向爸母讲吼，啊给互伊一个管道啊。转过来。嘿，较转过来，所以意思是讲，咱即个吼卫福部这个活动吼，我嘛感觉讲是一个去污名化的过程，就是吼嘛，互家长感觉讲，啊囡仔真正有迄个需要，啊伊有话无爱向你讲，要向别人讲无要紧，真正无要紧。哦，这我感觉这我头想着讲，这个观念最重要。咱家己无法处理，爱互专业来处理。对。但是即我就想过来谈，想要请教两位呢，尤其张医师。那处理有安的囡仔，有安的青少年，吼，咱知影吼，尤其咱譬如讲心理师啊、PI，就讲袂使，你囡仔就是一个成人，你来当做伊一个成年龄，啊，你安怎甲对待？但是咱就本身就无即个训练呐，啊，平常时讲话咱就要安怎，有啥物较感性的方式来对待处理有安的情形？所以。我定讲咧，抑郁症患者吼有两个痛苦。第一痛苦是咱讲这个抑郁的痛苦，伊无法度讲出啥啊，讲伊家己会袂快乐，啊，这心理的痛苦伊讲袂出来，啊，毋捌要甲啥人讲。啊，第二个痛苦就是讲，伊的一寡家人啊、朋友啊，啊是讲来否定伊的这抑郁症，讲根本就无抑郁症啊，你真好啊，你真幸福啊，你有啥不知足？嘿。啊！我伫咧这年会时，哦，我趁钱，我做事，我做工，我拢爱行过来。你绝对会使啊！安尼讲，伊会更较痛苦。所以我讲，其实周遭的一寡家人朋友吼，陪伴是真重要。所以一寡代志是无讲，当然一寡代志是咱爱做的代志。吼，像讲咱心理师拄仔讲的，其实一寡家人啊、朋友啊，对陪伴抑郁症是确实爱一寡学习。了解什么叫做抑郁症，了解抑郁症可能有啥物痛苦，伊感觉是安那。我感觉真基本上开始变哪开始，我感觉你要拨时间，
你爱听伊讲更较话，安全，你就爱你爱半时间，你爱听伊讲话，你爱尝试吼，徛伊这边想伊的感觉，莫徛咱家己的这边想讲你该安那，你该安那，啊徛伊这边感觉讲，谁那你遐痛苦，谁那你会安尼无想要上课，谁那你会安那讲功课退步，无人介意安尼啊。所以你嘛讲家长爱讲一寡下咱会使徛伊的这边的感觉，伊会感觉家己感觉讲，家己袂讲介孤单，徛会责备，啊袂讲家己感觉讲家己做毋对的，吼你了解伊，啊你愿意讲听伊讲话，我想这才重要。哦，这是爱同情理解，啊陪伴是上起码。但是吼，头拄张老师啊讲啊，李叔啊讲着，其实有诶真诶处理人吼，伊逐工为着要讨趁，足无用诶啦。伊也无即个背景啊，伊也可能也无即个时间来看咱的节目，讲啊，你来陪伴、理解、同情安怎？啊，若即阵时伊拄着。啊，当然，咱人拢有一个起码的即个恻隐之心啦。知影讲，哦，我即个囡仔哪会安尼？啊，开始你会建议讲，像即种的家长，伊安怎爱行出头一步？这个部分哦，其实咱爱为了解先开始啦。哦，就是讲，即马吼，迄个民间其实有足侪册是来写咱讲忧郁症啦，还是讲咱讲青少年的心理的状况。吼，就是讲在安那无时间啦，吼，咱这毕竟是咱家己的囡仔嘛，吼，就是讲你若讲你无法度讲来病院陪来接受，其实咱即马病院内底有一种治疗叫做家庭的治疗，哦，家庭的治疗是讲斗阵来，斗阵来安尼，吼，啊斗阵来，咱做伙了解伊的情形，啊安那当处理吼，甲伊讲话，吼，啊当处理，爱练习，对，爱练习，安那做练习。吼，啊，若是讲含即个时间拢无的时阵，咱至少吼，就是讲，咱做伙读一寡册，吼，了解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吼，啊，转来门诊的时阵，吼，那甲医生讨论一下，吼，啊，甚至真正你若讲拢无时间啦，吼，我门诊内底嘛有一寡家长是安尼，咱就用写的，吼，用写的，啊，那医生我就回讲，啊，你当处理观察安那吼，啊，我互你一点两点安尼建议安尼。哦，啊，有当时你就安尼慢慢做，有当时嘛是有一寡进步啦。吼，啊，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安尼，大家莫袂记了，就讲因为咱即摆迄个青少年吼，就是讲伊除了家庭以外吼，另外一个部分是当学校。吼，所以学校老师吼，其实是咱最重要的资源。吼，像以咱病院来讲吼，咱足侪患者是家长、老师。吼，啊，甲病医的迄个团队是会当做伙开会的啦。哦，吼，爱做到安尼。嘿，就讲有一寡较严重的囡仔的时阵吼，其实是会当迄个三方面吼，会当做伙来参详看要安怎斗相共安尼。嘿，所以若是讲有一寡即个情形吼，需要斗相共的时阵是会当看老师迄边吼。你讲真正家长迄边真正足无用的，就讲伊的迄个压力足大的时阵，吼，嘛会当甲老师参详看卖讲，安尼即个部分老师迄边会当。吼，斗相共做一寡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吼，因为主要像迄个咱张理事长有讲着嘛，吼，迄个学校迄边嘛有咨商中心、辅咨中心啦，啊，辅咨中心因迄边拢有甲医生吼，就讲病院迄边拢迄边拢有联络嘛，吼，啊，所以即边咱会当做伙来参详，看要安怎来合作安尼，嘿。这是咱一般正常的情形吼。另外一个就是讲，即摆社会冲击哦，实真大。像阮厝里吼，3岁外的囡仔，一日到晚吼，你想要看电视、看手机啊，吼。啊，咱以早咱去地的时阵是爸母讲啥，拢袂使，咱就唔教。即摆无咯，即摆爱着教育啊，吼，爱稳啊甲讲啊。但是我心头就担担哦，即摆3岁可能会听我的话。那去到6、7岁，那无一定。啊，就想讲，啊老师，啊可能会甲咱帮衬，创啥物？哇，做家长即摆想起来就头壳真大咧。哦，啊饲一个囡仔呢，压力足大呢。到底做爸母的人，爱安怎爱自我来觉悟啦？吼，爱自我来练习讲，我著爱做甲会当习惯。嘛，万不离囡仔拢是成长的当中，一定会拄着什么问题嘛？老师你安怎想？我感觉爸母嘛是辛苦啦吼，咱定咧讲，即马咱会感觉忧郁症会变济。其实我感觉我
有人认为这嘛毋是因为变这，是因为即摆吼咱的遮知识啊吼，媒体资讯较侪，所以大家吼较对家己的状况会较了解。啊，你若讲伫迄厝内啊吼，我感觉头拄仔两位医生讲的吼，啊个主持人讲的，我感觉有一个重点，我想要向大家分享吼，是讲咱咧陪伴吼，这忧郁症的患者吼，的时间一定可能比咱想的搁较长。吼，一个忧郁症就算足轻微吼，啊发病较好吼，我感觉行1、2年可能走一定爱免不了这个时间。啊，有的爸母吼急吼，啊有半年，啊讲啊恁哪还袂好，啊看伊搁咧哭，啊搁咧无爱上课，啊就搁讲哈啊恁哪药啊食较久啊，拢无效，吼啊本来安尼，较扑起来一滴啊，噗，啊搁拍点去啊，所以吼这我感觉讲无管咱学校啊吼，啊家长啊。咱家一社会啊，吼，我头想一点就是讲，像咱朋友啊，吼，朋友同侪其实是足重要的吼。你有一个社交圈吼，有一个和别人吼互动，莫讲哦打网络啊吼。迄我定下打我的病人讲吼，迄网络的朋友毋是真的啦。伊讲遐毋是真的，我大家拢爱开讲咧。我讲伊毋是真的人，毋是真的人。我讲你爱和真的人有合上。所以吼，你拍球啊，像咱有鼓励伊囡仔啊同学啊吼，国中生、高中生爱去拍球啊吼，看展览啊吼，啊是爱去看演唱会啊吼，啊去爱看海，啊咱啊鼓励啦，莫讲啊讲啊。哎，无好啦，哎，无好啦，拢用咱大人的想法讲哦，要让囡仔建议，啊有当时啊吼，无塞喙，佮揪倒转来啊，啊嘛是大家拢辛苦啊，互相合适。大人啊有这个素养啊，开始开化，唔通一味来用竞争的角度来看，讲囡仔安怎才会甲人会比拼的，这是头一个。但咱即摆吼图表顶头看到，这是吼伫澳洲来一种叫做吼心理健康的这个。急救包啦，吼，心理急救包啊，这是咱卫福部吼，即马搁咧研发，讲吼，澳洲来的这过咸水的，无一定啊，搁符合咱本土的这情形，但是吼，大家来做参考啦。顶头在写吼，为着感染时期最好的这个心理准备啦，你着要做着5项简单的代志。第一，了解压力的迹象，吼，了解啥物会当帮咱，互你家己感觉较好。另外，在急救的时阵，爱寻求帮助，爱知影当时会当恢复。哦，这心理急救包吼，啊，而且还佫一个表哦，讲吼爱了解压力的迹象，吼，长时间的异常的悲伤、愤怒、啊情绪的波动，啊，你会去避开你处理人、朋友还是同事，互你用当来写。但是咱敢有可能？因为这看起来就是讲，咱每一个。少年朋友吼，不管你是大学、高中，你拢爱手头啊有这个物件，这敢有可能？伊会感觉讲，这个物件敢若是破病的人才需要。咱如何要安怎？甲对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台湾人来讲，无，这咱现代人一定爱面对到的。老师，医师你安怎想？其实主持人讲这，我想真重要吼。其实咱自细汉到大汉。其实咱上课的一个教育拢教拢数学安怎读啊，英文安怎读啊，考试安怎考啦。其实咱对咱家己的身体了解无讲介济，当然咱可能知影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啊，不过可能咱会忽略咱的心理健康嘛是真重要。所以其实咱拢唔知讲啊，我情绪安怎个健康，当然我有一寡压力要安怎处理，我嘛困袂去要安怎排毒，我嘛讲心情歹的时阵，会当找啥物人去做处理。其实咱以前拢毋捌咧教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啦。当然，咱即届是提供咱咧3届一寡免费咨商。当然，像主持人讲的，其实像即款的心理上的教育，其实咱健康的一寡囡仔，其实嘛是讲自细汉就了解即部分。我想对于大汉，还是讲青少年时阵，对一寡问题，伊就较知影讲安怎处理，甚至讲嘛是讲伊家己真健康。伊一寡同学朋友嘛对着问题，伊会使甲伊建议，吼，会使甲伊帮忙，会使甲支持，啊，甲伊的问题找老师，这部分伊嘛有这个能力，啊嘛拢无教伊即款物件，伊毋知安怎做，是。伫外国的校园内面，敢有开始做即款的这个铺排，讲啊，互囡仔慢慢啊，甚至讲有亲像这个咨商心理师，
或者是辅导老师在内面，而且是课程当中已经有安插这种课程，敢有？不只是澳洲有即款课程吼，一款我知影就讲美国啦，就讲一寡北欧一寡国家嘛是其实这几年嘛是有即款课程，就讲高中生还是讲大学生，其实了解讲咱家己的一寡情绪的问题，咱家己了解讲安怎去陪伴咱一寡朋友。还是讲安怎讲当时可能有较严重的问题，爱去找老师，还是去家长，袂使讲我甲帮忙就好啊。拢有一寡先进国家了。近这几年来，其实即寡课学程其实愈来愈侪，所以即寡学生家己嘛知影，是讲咱嘛是讲主持人知影无？就讲耶鲁大学有一个课程叫做快乐课程，哦，迄足侪人要修，嘿，修专业课呢。系啊系啊，迄快乐课程，伊讲对家己遮重要。唔是讲诶，还是讲我按哪讲什么微积分得到加好的成绩，我要修快乐课程，嘿，所以其实一寡学生嘛，感觉讲自己这个东西很重要，当然咱袂使讲到大学生才教因这寡，可能高中啦，讲更较细的时阵还达到了解。啊，咱即摆敢有大学内面有咧开快乐课程？有的大学有啦。有的大学，有的大学已经有啊，有的大学已经开始有。大有开始有安尼的情形，我知影一寡所在吧开始有，不过可能大部分的大学一寡学系一寡课程还是以专业为主啦，嘿。我胖是可能民间嘛当来做快乐补习班哦，我本身就啦吼，但是我看到这真趣味的这个名词哦，叫做大脑的护理啦，讲医生哦使用正念。哦，即款俗语、即术语啦，吼，来描述对着大脑的照护吼。对一寡人来讲吼，这可能是日常的祈祷啦，啊是 meditation 啦，吼是冥想啦，哦，还是啊 yoga， 吼，关键是要慢落来，吼，要专注自身的感受，唔通对着周遭的这个事物咯，做出来随即来做出反应，而且这我看着这个以前咱看到无共款吼，每工爱留5分钟来静心吼，啊活在当下，唔通想过去啊未来吼，啊这个洗身躯的时阵，吸目睭，爱放慢思绪啊吼，啊放松身体，啊慢慢啊食，慢慢啊吞，啊留心来感受啊气味啊这味啊甲口感，啊每隔几点钟啊渐淡休困。深呼吸，这个物件是，我想应该唔那是适用在青少年朋友吧？例如，青少年的朋友即马目前嘛是有迄个学校嘛有咧，嘛有咧迄个啦，嘛有咧推广啦吼。好，迄个心灵的部分吼，即马医疗嘛有人咧做，嘛有人咧做，正念的部分，正念的部分安尼啦。美国即马嘛有一寡学校吼，有咧带即寡活动安尼，吼，伊有一寡学生可能迄个气质上较浮啦，吼，所以咧上课较坐袂调，上课进前就有一寡静心的活动吼，互我通坐来，互我静心。有这种物件，嘛有啦。咱台湾即马敢有可能制度性来做这种代志？尤其像恁专业的人，尤其卫福部已经开始行出来头一步，你认为你有赞成安尼无？这个部分可能就爱看教育的部分吼，爱来安怎来做调整安尼。吼，拄仔录影之前，礼拜前我拄仔才甲迄个张医师咱咧开讲的时候咧讲吼，我之前当英国读册的时阵吼，我一个北欧的迄个欧洲的同学咧讲吼。因小学啦，吼，小学咧读册时阵，因差不多一半的课是迄个外口啦，当户外课啦，户外咧当外口咧上课啦，等于运动的时间真长啦，吼，其实咱大家拢知影讲吼，运动对身体嘛好，对心理嘛好嘛，对无吼？但是咱爱上遮济户外的课，咱就惊读册对袂着嘛。所以这是咱当下社会哦，过度竞争。出现这个毛病，但是咱讲北欧嘛，真侪人，咱咧讲北欧因为日头照较少吼，可能也因为自杀率啊，还是讲忧郁症，其实嘛不止啊悬哦。是，所以因若无安尼做，反正更较悬啊，嘿。
哇，咱来看这吼，其实吼，这内面我感觉真趣味啊，读互观众朋友听吼。你感觉更较好，日常的这锻炼吼，每天进行身体运动，甲其他类型的活动，有益身心嘛。头拄李师讲，你互我吼，啊，争取每天运动30分钟。假使哦，你若无达到目的嘅目标，而且需要休困一天，无必要一摆完全的完成。免讲啊，赶紧啊，来讲一定要做吼。每天留出1点钟来进行锻炼。如果你嘅行动不便啊，椅仔顶头嘅运动嘛会减压吼。咱定定散步，会尽可能来行楼梯。使用手机嘅时阵哦，试着哪行哪讲。这哪行哪讲，这唔知什么意思哦。所以咱来请专家来甲咱讲吼。如果你若有追踪这个步数，来行路几步吼，来试看觅，增加每天来行这个步数吼。咱来请这个蔡老师吼来讲吼。你会建议你的学生或者种来找你的你的这个环境吼，在身体方面爱安怎来自我，甲家己的身体讲啊，咱安怎来训练家己？除了他拄啊主持人2个医生讲的之外吼，我家己的经验就是忧郁症的病人吼，我会甲讲，第一点吼，你的爱先作息正常，就是讲咱几点要起床，几点要食饭，吼啊几点即摆爱醒起来的时阵，啊咱就毋是倒喺眠床顶吼，啊咱把迄时间甲调出来吼。因为咱讲我无想要起来啊，我讲啊你无爱起来，你就坐起来吐喺遐嘛好吼。啊生活作息的稳定吼，这是第一点，就是讲咱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吼。啊因为因的时间会做到混乱的，有日月颠倒，所以第一点咱无管咱是家人，还是朋友，吼，还是同学、老师，咱希望第一点吼，协助忧郁症的吼，爱让伊的作息时间吼，爱先稳定落来。啊，第二点的话，头拄讲足好的是讲，咱吼运动吼，含晒日头吼，咱每天晒太阳30分钟。我定啦，甲病人讲吼，咱即马天气袂歹吼，无落雨吼，啊出去行行30分钟吼。又可以晒太阳哈，啊又可以运动啊，这个2全其美，是一次做2件事情，所以我很鼓励他们。我讲你爱出去行，无出去行行啊，散步动运动吼，啊晒日头对身体好。啊个过就是讲，卖执迷吼，沉迷一项的一个兴趣，例如讲我当然打电动，啊无其他，啊我拢会鼓励伊讲，啊你看爱拍球啊吼，啊是爱去画画啊吼，啊是爱去学吉他啊吼，啊是爱唱歌啊，拢会使，就是鼓励伊多元的去发展兴趣吼，互伊感觉讲我正心情足无好的像。咱会心情无好来食蛋糕啊，啉一咖啡啊吼。啊囡仔嘛是，咱会当伊会当去探索吼。啊，啥物代志会让咱心情变较好诶。吼，啊袂一直关咧厝，拢无爱叮当。吼，啊所以这侪方法诶吼，拢会当尝试吼去互遮忧郁症诶病人啊家属吼，知影安尼做会当帮助因吼，遮方法拢会使。是，我可以请教着张医师吼，你敢有拄着讲？有一种 case 是，你安怎安尼，甲硬甲孤城，啊安怎用拢无法度拍开伊的心房的？这种例敢有真极端，还是讲其实在恁这实务的这个医疗当中，常常会拄着？较严重的抑郁症常常会安尼，因为本身抑郁症基本上是咱一寡心情袂快乐，当然你会想要歹的所在去，啊当然一寡以前有兴趣的代志拢无爱做。所以你规人变一个人，当一寡代志你拢畏歹的所在去，对代志寡无兴趣，啊嘛拒绝甲一个人接触，所以这步以后会封闭家己，吼啊当然像我抑郁症，伊本身会困袂好，食袂落，啊无爱叮当，所以会搁较生理作息会愈来愈混乱。所以这部分咱讲起来，抑郁症有时是咱寡生理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所以这部分有时就变做是咱来找人去讲，啊我要打开伊的心房，啊有时是讲。药物嘛真重要，因为一寡药物会使害伊讲困较好，啊较有心情，啊较有兴趣，一寡起码的生活品质，变做是较有一寡活力，较有愿意去做一寡代志。所以有时阵即寡药物嘛真重要。不过是讲起来是真侪一寡学生啊，是讲家长吼，讲我囡仔不爱食药啊，吼啊讲的是毋是就较好？有时是讲的真重要，不过有时讲可能嘛。无法度讲完全，所以无一定爱摆贴讲药物啦，吼。是，
药物嘛是真重要。是，但是嘛有一种吼，这嘛请教着三位，就是讲有种人对着伊有这华语叫病视感。伊知影家己有这个毛病，但是伊就变做这个毛病来，有当时会去到处理人、甲其他的人来做真歹的这个活动。会感觉讲会，比如讲是你对不住我，抵触到我来得到这种病，安怎拄安怎？这种更较复杂的这个有对着病内面有 insight 吼，这是要安怎来处理讲？伊要互伊家己会当解脱这种无限的这个循环的意思。是，就是讲吼，有当下是安尼啦，就是讲咱即摆已经碰到问题啊嘛，对无？吼，所以重点是安怎来处理问题啦。问题处理了啊，咱再来决定讲啥物人对，啥物人唔对嘛，还是讲啥物人对不起啥物人安尼。所以我大部分拢会先甲患者讲。你会敢若最公正。对，咱先来处理问题嘛，对无？莫因为你感觉啥物人对不住你，牺牲你家己的健康嘛，对无？你感觉厝人对不住你，但是你摕家己的身体健康来做保迄个对迄个保护的迄个工具安尼听起来怪怪嘛，对无？对无？上好的保护是，互你家己过了健康快乐啊，对无？互因过了无好，才是上好保护的工具啊，对无？买单安尼为病来了解。你会安，你其实这个部分你爱家己上看卖啊安尼啦，所以有当时这问题当一个细的时阵角度无共款的时阵，想法就无共款。嘛，咱也知影讲有诶忧郁症其实是毋是后天，毋是后天，有诶是本身伊诶体质，就是造成安尼。那对这种人，你可能有这个季节性，有季节性的发作有诶少年朋友是安尼那拄着这我要先请教着咱蔡老师就是讲，那对着这种同学，伊就是敢若每年就来甲你报道啊。就来找你啊，变做敢若朋友安尼，来甲你提药可能要请2位啦就变做讲咱朋友。你安怎？这种人安怎来自我来解说讲对啊，我就是安尼而且这种身份在社交的场合，甲人来见面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咱伫咧合作迄囡仔行出来这个路的过程当中我定有当会甲家长，毋係甲囡仔讲讲咱即马要看的毋是像头讲的，毋是过去这10几年送对送毋对，咱即马要行的是讲明仔载以后咱的日子要安怎过所以咱即马要想办法的是讲咱病好起来咱会当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咱会当去交朋友，会当去做工课，会当读书，会当去做足侪咱家己兴趣的代志。所以咱伫迄个过程当中的时阵我感觉头拄仔咱一直咧讲的讲，咱尽量加一寡鼓励支持陪伴这咱头仔讲的讲，咱这心理咨商即个功用嘛伫咧遮发挥作用是讲有当时咱头仔讲的，有一寡话你讲我即马都受起阮爸母的对毋对？我转去厝我安尼骂厝个。爸母嘛甲我做委屈的，就搁开始冤家所以这家庭的问题拢无法度解决。有当时你讲我即马足受气，要想要骂人我来我的心理师讲的心理师会互一寡中立一寡专业的建议嘛会引导伊，互伊安怎去想这个代志。比如讲爸母嘛是有伊辛苦的一面囡仔嘛有囡仔委屈的一面会晓做这个中间这个角色互一寡咱互相无法度讲的话透过这个专业的人士、中立的人士去合作，囡仔有可能对这个话咱就较听会落。对。这就是爱有相信专业啦而且爱有较中立的人但是即摆少年朋友因为社会这接触面比咱这代人加足济以后可能要来找人进前，伊家己就先 Google而且会甲你对话，我嘛有拄到这种人你甲你一言我一语安尼对来对去，嘛有这种像这种的你要安怎来说服伊讲，你就要甲我来沟通来合作咱才会当来往较好的方向来行。嘛有这种囡仔呢，那这种青少年朋友，咱
要以专业的这个角色，吼，专业角色足济啦，吼，啊，爸母徛喺边啊是要安怎来插手？亲像啊，恁都专业啊，囡仔佫较敖正，佫较因就感觉讲这囡仔足敖正啦，我正袂过伊啦。就这种情形，你意思你通常怎来处理？我想是对青少年来讲，要建立关系是最重要的。嘿，你嘛讲会当交伊好好建立真好的关系，伊信赖伊，爱有得会家己的心事愿意家己讲，当然安尼是上好的。对。啊，当然另外是个家长的部分，咱大家在合作，这嘛真重要。定定讲这少年的囡仔愿意甲咱讲，啊，毋过家长对咱可能甲无信任，啊，讲阮囡仔无问题，嘿，都是学校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毋是阮囡仔的问题。阮家庭拢真好，其实家庭其实嘛影响这囡仔真大，啊，毋过可能就家长家己无信任家己的问题，啊，这嘛害咱的治疗有时会变到拄着困难。含爸母落来斗阵治疗。定定即款囡仔的问题是交爸母有关系。吼，咱这社会其实真侪一寡改变，就讲我会拄一寡囡仔，就讲爸爸妈妈要吵离婚，啊，囡仔会伫咧这边，我无想要选爸爸，嘛无想要选妈妈，啊，我感觉讲安尼恁安定定吵吵的，我册拢读袂落去，嘛定定有安尼的情形。嘛有安尼，这种，但是伊还未到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情形。嘛有可能有够，嘛有可能无够。比方是讲，这个家庭的气氛真歹，所以变做一个囡仔伫咧厝内底，甲我讲啊，嘛真袂快乐。嘿，其实定定拄有即款问题，所以有时即款问题嘛是讲，要像会请的心理师啊，啊邀请家长啊、交囡仔做来讨论。吼，咱安怎讲，规个家庭看无安尼，大人无影响囡仔的情形。是。这上要5分钟哦，要请3位哦，我先读这个表啦吼，这是吼，即摆拄啊公布的这个心理支持方案哦，上后尾甲观众朋友来讲吼，15岁至30岁少年族群哦，有心理咨商的需求吼，你要安怎运用？你面对面的心理咨商吼，啊，你会当找到这个服务的机构名单、网络电话来现场预约，啊，本人你着摕着身份证，哦，你摕着身份证就好哦。免到迄个健保卡哦，吼啊预约者吼，头一摆心理咨商吼，你爱写设计书，吼，你讲你若毋是头一摆，你就免吼，爱接受就是面对面吼，啊而且预约，啊嘛有一种，你着用通讯的方式，啊查询本方案的心理咨商机构名单，吼用通讯以网络啊电话来预约，啊预约头一摆共款爱填这个设计书，啊而且吼。执行通讯心理咨商的时阵，医师甲心理师爱出示着职业的执照，吼，这个哦，你要看的人，啊，预约者爱你嘛爱摕你的身份证、证件，啊翕相爱存留，共款，这种是网络的这种通讯，啊，互大家来理解，啊，而且吼，计啊，佫有自费。你讲3摆了，我了3摆了，来接触着心理咨商吼，啊，而且转介着其他的心理卫生机构。我想要这3-4分钟吼，互3位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有的观众朋友真正分袂清楚，到底心理医师、甲辅导老师是啥物？有啥物关系？啊是严重的找医师，啊无严重的找心理师，啊上无严重的找辅导老师，啊是安怎？免来分？啊是讲，反正不管你有问题，你就要举手发声，啊互。观众朋友来有一个概念，啊，以后你才会知影会当开脚行出头一步来讲。嘿，一般来讲哦，若个辅导老师吼，伊是学校单位的啦，吼，就是讲你若讲是在学校内底，是哦，为迄个高中、大学遮内底拢是拢有啦，这拢有安尼，吼啊。你若讲是心理师的部分吼，伊当病院内底做工课，迄叫做临床心理师啦。哦，那还有包括諮商心理師啦，吼，哦啊，這個方案內底吼，包括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都可以，都會當，攏會使，攏會使做安尼。啊，嘛會當找恁，嘛會當找精神科醫生安尼，哦，啊，精神科醫生甲心理師的差別是查當迄個精神科醫師還可以就是就吼這個診斷吼診斷的部分，吼啊個開藥啊，開藥啊，另外抑個有一寡治療啦，因為咱即馬。科學進步真濟嘛，啊，所以咱也有像經乳磁振刺激素啦，吼，然後還有包括說像是這個
这个直流电的这个经颅的刺激术这些这个比较进阶的这些治疗，这个是医师可以来实行的这些这个治疗的模式，这样。就是基本上有加药啊，跟无加药的差别。嘿嘿嘿，啊，还有一寡较进一步的治疗的模式安尼。是蔡老师。哦，我是我会安尼爱安尼讲吼，就是讲心理咱这个卫福部吼推这个青年諮商计划吼，伊有3个目标哈。啊，第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青少年能勇于求助哈，敢说出来。好，那不管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哈，我觉得因为3概念嘛哈，所以讲第2点的就是讲，互社会大众认识什么叫心理諮商。啊，头拄仔无讲到的部分吼，伫个国外吼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啦吼，大概有80%的人都接受过心理治疗，吼啊，咱台湾这个概念搁还无起来，所以第2点就是当互大家有迄个心理諮商的概念。啊，第3点就是吼筛出重症吼，可以再转介寻求需要的协助。是，来，郑医师。关于讲出来，我想就是一个开始啦。